请咱先将咱的手机啊，甲关静音吼，也是关机。咱讲2分钟了后，咱就要开始来今日的礼拜。即时请咱备班。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伫意爱得到，
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荣光，笑念伊的殿。这是咱要听敬拜团带咱来学咯。在这时刻，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起初的，是末后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有医治权柄的荣耀，也有大能。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敬拜当中，再一次的来思想耶稣，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名，他是超乎万名的，他道成肉身，为你我来献上。因着耶稣的宝血，释放我们的自由；因着耶稣的名，我们能得以得胜。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耶稣的名超乎万名，道成肉身，你谦卑自己，天上地下凡有气息，以耶稣生命去
尊贵的名，满有权柄、荣耀和能力，超越时空，超越时空，拯救万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耶稣的名，蒙恩典降临，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因耶稣宝血释放我自由，靠着耶稣的神的名，因耶稣的名，因耶稣的名，蒙恩典降临，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因耶稣宝血释放我自由，靠着耶稣的神的名，靠着耶稣的神的名，你是配的，你是配的，配的，配的，你是配的，配的，配的，你是配的，配的，配的，所有颂赞，你是配的。你是配的，配的，配的，你是配的，配的，配的，你是配的，配的，配的，所有颂赞。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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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颂赞，主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所有颂赞。耶稣的名超乎万民，道成肉身，你谦卑自己，天上地下凡有气息，因耶稣生命屈膝。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时，咱要来念新的诫命，使徒圣经，咱做阵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咱要来读启应文，记载有信息的第13。启应文我来启，请大家来印。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已经洗除，
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尔。直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就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甲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予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因为你无爱这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就是忧伤的神。这时，请咱额头做阵来祈祷。慈悲疼痛满满的主，阮感谢你，搁一摆带阮来到你的殿院。阮感谢你无煞，因为你每日甲阮甜地，你予阮的心心灵拢有主你的同在。既然阮有做无够野，愿主你来赦免阮。阮有当时就是过头自大，看家己比别人较高，这是阮无够谦卑，求主赦免阮的罪，互阮搁一摆定头来洗清阮所有的罪。愿主你来保守阮。主啊，阮若将台湾即个地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你互你即个地有上和平的气息。愿你也赐予阮的领导者有智慧来带领即个国，互阮伫个每一个百姓中有听斗阵。阮将阮的一切也祈求掌握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也保守阮，既然阮会友有辛苦病痛的，愿主你也特别甲伊斗阵，也甲因的厝内人斗阵，互因的心心灵拢得到主你的看顾甲把助。阮也将阮一切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听阮的祈祷，阮也伫你的面前祈求，拢是靠主你的名求。阿免。即时咱请圣歌队来赞美两个主。在歌颂。
感谢圣歌队带来美好的声。即时咱要来读上帝的话，记伫约翰福音第4章50到30节。我用华语来读，恁请详细来听甲看。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的约瑟的那块地。第6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第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第8，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第9，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第10，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11，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12，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13，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14，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15，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16，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17，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18，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19，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20，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21，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22，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23，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24，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25，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26，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27，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28，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29，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30，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时咱们请罗牧师来推咱进度属灵的关键次序。咱三个阿头来祈祷。
这些天父万光爷，我主愿感谢你，感谢主，你拯救阮的生命，伫这稳定的国度，也控告出你的圣神，吹灭着阮的生命，互阮每一日目睭天开时，要为着万所领受稳定，献上感谢，献上感谢，因根归伫你，拢是奉靠最后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跟隔壁人说，我最爱坐在你旁边了。不知道你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隔壁坐的人是不是一样？哦，我们在长老教会的里面，我们很长那个一个位置就坐了好多年，哦，大家都有自己的位置。今天跟大家分享属灵的关键次序。在分享之前，很感谢大家过去对文字事工的支持。今天代表公报社在我们的当中与大家分享，也请大家持续为了公报社奉献祷告，因为他们持续在做许多传福音的工作，借由文字将福音推广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更需要的地方去，让更多的人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属灵的关键次序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使用那个智能家电？智能家电大家有听过吗？就是你只要跟他讲一句话，有的人早上起来他就设定时钟，他的窗帘在8点的时候就会自己打开，让阳光射进来，然后咖啡机就会自己冲，然后冷气就会自己打开。可能你在外工作，你可能可以先用手机把家里的冷气打开，最近很热哦，回到家都可以凉凉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可能现在智能家电越来越多，可能你只需要对手机说，Siri 帮我做什么，它就可以帮你把家里的饭煮好，把冷气打开，把咖啡冲好，等等很多的能力，就是在这个智能家电当中。但我想要问大家一件事情，你觉得智能家电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智能家电最重要的是什么？电哦，大家怎么这么厉害？我去到很多教会分享的时候，跟他们说智能家电最重要是什么？很多人跟我说，牧师是那个主机板，是那个里面的系统等等，会有很多的说法。最重要是电哦。你今天买了一台20万的冰箱，但没有电，那台冰箱有用吗？没有用。你家里如果没有电，有多少东西打不开？所有的东西都打不开，可能现在连门都打不开。因为现在门也是智能的，对不对？有的人家里用那个扫描的，如果没有电，连门都打不开。所以在任何电器，就像现在的科技在进步，电是一个很关键的核心跟很关键的生活，我们当中每一天都需要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教会最需要就是上帝，不是吗？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敬拜上帝，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不能不敬拜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嘛。所以不管教会我们的能力是怎么样，可能今天我们能力非常厉害，可能我们的才干非常好，但是我们来到教会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这一位我们所信的上帝，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最重要的，对不对？每个礼拜来到教会，什么都可以不做，但是就是不能不敬拜上帝。好像很奇怪，不敬拜上帝，我心里就会怪怪的。我记得我人生当中有一段时间没办法敬拜神。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也有悖逆过离开教会的时候，但被神找回来了，然后就每个礼拜一定要来教会。但是我人生当中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去教会，就是我当兵的时候。男生当兵的时候就是要在军中，我就觉得不知道哪里怪怪的，就是心里怪怪的，就好像礼拜天我就是怎么样，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完了，我就自动脚就会走去教会。但是现在在军中就没办法，所以我都记得我在军中的时候，都会拿一本大概只有这么小的圣经，就放在我的身上。就算是礼拜天的时候，也会把它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去感受那个敬拜神的感觉。我们都知道教会当中敬拜神很重要，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教会人很多，对不对？想法很多，对不对？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让神的想法、让神的旨意就被人的想法盖过去了？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在牧师牧会10几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把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在那个交战的当中，是教会常常会面对到需要的挑战。所以跟这间的经文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4章，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可能如果你小时候在主日学长大，这个故事已经听过 N 遍了。好，大家非常的熟悉，这是一个井边妇人的故事。但今天牧师想要带领你，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文哦。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4章哦。
这个故事，我想要用故事，我会把经文放在上面，但我会用故事的方式，慢慢的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在说什么。他说有一个耶稣要去加利利，准备要去加利利，但其实犹太人要去加利利不喜欢经过撒玛利亚，你知道为什么吗？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好吗？不好。从过去的历史故事，在旧约的历史故事当中，有一些纯种主义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以至于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怎样？不好。甚至如果我说犹太人如果有一个公园甚至会写撒玛利亚人与狗不得进入，他们看他是非常怎么样敌对，甚至看他非常的卑贱，非常的不好，他对撒玛利亚是非常有敌意的，非常有敌。所以通常如果要经过那个地方，大家会故意怎么样绕过去。但今天耶稣不一样，耶稣就进入了那个城，而在那个城当中，他遇见了什么？一个来井边打水的妇人。非常的有趣耶稣跟他说话了。我们看第7节，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句话合理吗？其实不合理了。为什么？一个单身男子要对一个女子说话，在那个时代是怎么样？很少见，甚至是不允许的，而且还另外一件事加了一个过程，一个犹太男子对一个撒玛利亚女子说话是更怎么样？更不行的。所以这句话其实耶稣非常特别，他去那个地方，竟然主动跟这个女子怎么样说话，然后她还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女子所以这句话是在道德上或者在当时候的文化的里面是不能被接受的，是完全不能被接受。所以我们看第9节的地方他就说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这个妇人也觉得怎么样？哇，你这个男生在做什么？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呢。你是犹太人，而且你是男生，我是撒玛利亚人，我是女生，我们不能说话的。我们是在道德上，在文化上，我们是不会说话的。怎么会你突然跟我要水喝？但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非常的特别。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如果跟你要水喝，你会怎么样？耶稣可不可以不要只喝水？我请你吃午餐，不然晚餐也可以，不然住我们家住个几天好不好？你会不会希望耶稣进入你的家庭？会不会希望耶稣住在你家？你渴不渴慕招待耶稣？因为你明白他是耶稣啊，你懂我在说吗？因为你明白他是那个救世主，他就是那个可以拯救我生命的，他就是那个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神，所以你明白我就是要接待他，甚至他如果可以停留在我这里更长的时间，那是更美好的。如果有一天耶稣就来到这个地方，就要在这里，你会希望耶稣待在这里待多久？多久都好，对不对？我们一定这样回他嘛，多久都好，只要你愿意。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这个妇人知道耶稣的身份吗？不知道，也不知道耶稣的身份。所以这个妇人就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他跟这个男生说：“你现在求我给你水喝，然后你现在又跟我说，如果你知道跟你要水的是谁，你就会叫我求你给我活水喝。”这个妇人怎么样？哇，一脸的什么？我相信他满头问号，说：“先生，刚刚是你跟我要水喝，现在又变成你有活水，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说，这个妇人就怎么样？你又没有器具，你连桶子都没带，你什么都没有，你到底怎么拿出活水来？到底怎么拿出活水来？所以我们看12节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要大吗？”当这个妇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谈一件事情，这是撒玛利亚人的历史，这是他的过去。他说，在这当中，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居住在这里，就在这里喝这个水，难道你比这些我们的祖宗还要大吗？耶稣说：“凡喝这个水的，要再渴；人若喝这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在跟他谈一个概念：你如果领受了我给你的水，
你的生命就会怎么样？有活水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但我们在这里听一下，你觉得这个妇人听得懂吗？从刚刚到现在，耶稣在谈的一直是生命的活水，妇人一直在谈的是井里的活水，是完全怎么样不同的，对不对？可是你是基督徒，你知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知道对不对？你不觉得很纳闷吗？哇，这个妇人你怎么这么傻？耶稣跟你要水，你还不知道？其实在这里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哦，当你的生命没有渴慕在神的国度的时候，耶稣对你说话你是听不懂的。当你的生命不是在乎神国度的旨意的时候，你不是在乎上帝国的时候，你的生命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明白神要对你说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哦。我在前几年突然收到一封信，就是收到一个政府寄来的信，他说：“罗之龙先生，我们就是挑选了很多人，抽到了你要成为国民法官。”我就被抽到了这样子，我就怎么会有国民法官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好，那我就拿着那文件，我就有一天就去报到了。然后呢，我才知道他是从因为我在板桥牧会，然后我住在板桥的地方，所以他从新北市的几百万人当中一个一个去抽，然后抽到我去的时候好像是30个字哦，好像是30个，我印象有点几年前有点不清楚。然后30个到现场再选10个这样子，再选10个。然后我想说去那边就报到嘛，对不对？就坐着也不一定会被选上，然后就把资料填一点，我就选上了。然后我就去当了3天的国民法官，去判一个算是杀人案件这样子。但是我是被选的国民法官，但是在选的时候很有趣，有一个法官他就会叫大家进来问说，国民法官你的身份啊，你的想法适不适合当国民法官这样。一个法官会询问每一个国民法官这样，他们就一批人进来。大概10个吧，一次10个这样，然后叫大家都离开，然后突然就说：“几号罗之龙，请你留下来，法官还有几句话要问你。”我吓了一跳，我想说，今天是我来被审还是？我吓一跳，我就坐在那里，法官什么事这样？然后法官就说：“听说你是牧师？”我说：“对，我是牧师。”然后你知道那个法官说什么？法官说：“我读了好多的书，我好爱历史，我也把圣经读了一遍。”他就跟我问了好多有关于圣经历史的事情。好险，以前有读神学院，不然就完蛋了，就让耶稣的名受辱。他问了好多问题，我回答他，但是我跟大家讲，他所有问的问题都跟历史有关，跟生命无关，就跟这个妇人一样，所有问耶稣的问题都跟实际的物质有关，跟神的国度有没有关系？完全。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听得懂神的话语，是因为你的生命得拯救在神的国度里。愿我们的生命时时渴慕神的国，让我们一辈子都听得懂神在对我们说什么，圣经的话在讲什么，让我们遵行神的话，直到见神的面的那一天。因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听得懂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在这段经文里，他说，我们继续往下看第15节，他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永远不渴，我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哇，这个妇人非常的可爱，她仍然跟耶稣说：“耶稣啊，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永远一直会有水冒出来的地方，就赐给我吧，我就不用怎么样，每天还要中午的时候跑这么远来这边打水，那有多好？”所以妇人所在乎的是什么？仍然是这一口井的水，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在乎物质的事，大于在乎神国度的事。但耶稣不断的提醒我们，把你的焦点放回神的国度，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神将加添给你。耶稣的话都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说：“不然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好了。”其实这里的丈夫其实在原文希腊文的当中，它其实是男子的意思啊。你去叫你的男人来吧。这个妇人说：“我没有男人，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现在没有丈夫不错了，但是你过去怎么样？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妇人过去结过几次婚？5次。现在有结婚吗？没有，跟一个男生
同居，但是没有婚姻关系。哇塞，这很令人惊讶的一个讯息。在耶稣那么封闭的时代，竟然有一个女子，她曾经拥有过5任的丈夫，而现在她身边还有一个男子，却不是她的丈夫，但他们同居在一起。哇！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知道你是先知，为什么？因为你看透我生命的一切，我明白你是神的仆人。”但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耶稣是拯救他的那一位哦，他仍然认为他只是先知而已。他说：“我知道你是神的仆人，但是我接下来谈一件事情，是我们2个的关系不同。”这个妇人在谈一件事情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这边有一个时代背景需要让大家知道一下。犹太人认为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但撒玛利亚人是这样吗？撒玛利亚人不是的，他们认为应该在示剑。为什么示剑？就是咱台语讲示剑，接着说这示剑为什么是这个地方？因为在亚伯拉罕奉神的旨意离开他本族本宗，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第一次足坛神同在这样的地方就是示剑这个地方，所以撒玛利亚人认为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应许之地，所以他们的地区不一样，不同。一个认为我应该在示剑敬拜神，一个认为我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谈一件事情，我们是不同种族的人哦。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是犹太人，就算我们敬拜是同一位神，但是我们怎么样？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说：“妇人，你要相信我，时候到了，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跟他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在跟他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敬拜神的地方不是以地方区隔啊。敬拜神不是以地方区隔，应该是要怎么样？我们很熟悉的那段经文：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耶稣在谈一件事情，不是在什么区域敬拜神，而是要怎么样？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所以说，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有没有对着神？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更诚实。很感谢主，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这个女子依然在乎什么？地上人所分割的，但耶稣跟她谈的是，当你到神的国度敬拜神的时候，要用什么？心灵跟诚实。什么是心灵跟诚实？我常去到许多教会，会遇到弟兄姐妹说：“我们常记得这段经文，对不对？”那什么是心灵跟诚实？我最常得到的一个答案是这样，很有趣。他说：“牧师，就是在我的里面，在里面那边。”他说：“我的内心的最深处。”其实心灵跟诚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翻译哦，在希腊文的里面，它又称为圣灵跟真理。圣灵跟真理这2个字可以同样也是翻译成圣灵跟真理。你只要用圣灵敬拜神，让圣灵引领你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让圣灵引领你的生命吗？敬拜神只有在教会吗？是生活，对不对？我很常举一个例子。我住在教会里面，我的牧师馆在教会的4楼，然后我跟牧师长有时候会去买早餐这样子。我们家巷口有一间早餐店，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打电话去叫了早餐，然后请牧师长去拿早餐。然后呢，那个老板我们也蛮熟，因为常常买嘛，所以就蛮熟悉的这样子。有一天去，然后就拿了早餐，然后牧师娘就拿了500块给他。找了多少钱？找了800多块。你就拿了一袋早餐，然后500块给他，找了800多块。牧师娘也没多看，就这样拿着，就放口袋，就要转过去。他那个在一个 T 字路口，早餐店在那 T 字路口就看着，他知道他找错了。但是已经看牧师娘已经走远了，然后牧师娘就走得快到教会的时候，把钱拿出来。怎么吃个早餐赚钱了？有早餐，然后钱的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你是基督徒，你会怎么样？非常正常，就是怎么样？转头就把钱拿回去。那个老板娘就说：“我也在等你回来。”
因为他没有就浪费了500块，等于500块白做了嘛。所以各位弟兄，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基督徒在道德上有很多的不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圣灵在提醒我们的生命，圣灵在教导我们生命，圣灵在引领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圣灵会引领你的生命，所以你要敬拜神，要依靠圣灵。第二件事情叫真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这个就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已经赐在我们的当中。愿我们的生命时时刻刻借由神的话，使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走向圣洁。也愿圣灵教导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生命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这就是最好敬拜神的方式，用你的生命全能活出基督的样式，让真理教导你的生命。这就是一个最棒最棒的敬拜。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就从耶稣所说，不是在乎我在哪里敬拜，重要的是我在哪里，我都活出基督的样式，让圣灵引领我，这样子时时刻刻我们都在荣耀神的名，敬拜神的名。我们继续往下看了，这个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也在等弥赛亚。撒玛利亚人也在等弥赛亚。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跟他说什么？你说话的这个就是了，你等到了，你等到了。门徒回来了，就说这一开始讲的，门徒回来就说：“你怎么跟一个妇人讲话？你为什么跟他说话？”这妇人就留下罐子，就往城里去了。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过去的事都说出来，难道这个人是基督吗？他开始从先知跑到什么？基督。这个人他的思想一样吗？不一样了，他改变了，他认出基督是谁了。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是今天的经文哦。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2个部分，跟你分享2个部分。第一个，我们一起来探讨来思考这个妇人。一个妇人结婚5次，又离婚了，现在又跟一个男子同居。我们不要讲耶稣的时代，我们讲2026年的台湾，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妇人就坐在我们的当中敬拜神，你觉得他容易吗？你会怎么看他？他会承受舆论压力吗？我们不要说在教会里面，刚好是你的邻居就好了，或者跟你一起在职场工作的人就好。你觉得在台湾生活他容易吗？舆论压力重不重？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这个妇人是淫乱的，我们很容易就下这个标签，对不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妇人是不容易的。我今天用不一样的想法跟你分享，为什么？在耶稣那个时代，男生跟女生，你觉得谁有离婚的权利比较多？男生，没有错。所以很多人来问耶稣休妻的事，大家记得吗？有人来问耶稣休妻的事，耶稣讲了很多，因为当时候有些人休妻那个理由怎么样？非常的牵强啊！男生说要休妻，写个休书就可以，但是理由很牵强。哇，今天菜太咸了。哇，我老婆都不打扫家里。哇，今天棉被没有折成豆腐状。很多人很多理由，他就要休妻，他就要离婚。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女子并没有办法对自己的婚姻说些什么，甚至没有办法说出去，代表一件事情。她5次的婚姻，很有可能5次都是被写休书休掉的，或者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她的丈夫死了，她自然就成为寡妇。我想问大家，很多人可能会跟牧师讲说：“牧师，那他就不要再结婚就好了啊，为什么一定坚持要婚姻呢？”你试想一下，在耶稣那个时代，一个寡妇好不好生存？寡妇可以工作吗？寡妇甚至没有工作，大家看到她是怎么样？敬而远之啊！你不要靠近我。大家对寡妇是一个什么样？是推出去的，你不要靠近我，甚至是一个不好存在。所以，她如果有小孩，她可以养小孩吗？非常困难。所以可能因为1次的婚姻离开了，她必须在依附在另外一个男子的身上，以至于让她的孩子或让她的生命可以得肉体上的饱足。容不容易？但是1次又1次的婚姻使她怎么样？心力交瘁。所以到最后，
她也没有婚姻，但她却依附在一个男子的身上，所以她没有再结婚，因为婚姻已经没有办法对她的生命有所保障。难过吗？其实我们听起来蛮难过的，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负面的眼光去看待它，或很容易用八卦的眼光去看待它。当我们去看见这个圣经的时候，一个妇人结过5次婚，现在又跟一个男子怎么样同居？你一看就会用负面的眼光看他的时候，这个妇人怎么样？她就是淫乱的。但你试着去了解她的生命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认为耶稣不止没有绕过撒玛利亚，甚至他就针对这个妇人就走进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有改变吗？我告诉大家，她的生命状态、精神状态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我们还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出来打水的？中午。中午我们从传统的释经的里面去知道一件事情：中午是没有人，他必须怎么样躲躲藏藏的出来打水，因为他不敢靠近人群啊，因为人群有舆论压力啊。其实这个城里面可能大多数的人都知道他的境遇是什么，都知道他结过5次婚，都知道他现在跟一个男子同居，所以他必须逃避这些舆论的压力，出来打水。但耶稣这时候走进他的生命，在这个故事的末了，我们看见一件事：他不再害怕人群，甚至他向人群说什么？我好像遇见弥赛亚了。你知道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一个有社恐的人到一个完全可以跟人说话，甚至告诉大家我认识基督，我好像看见基督，我好像看见那个弥赛亚，那个心境怎么样？完全不同。所以我想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第一个要跟你分享的是，成为世界的关怀者，就跟耶稣基督一样，就有机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常常看见人的生命在一个极不好的状态底下，就会有很多的八卦，就会很多的想法，就会很多的负面讯息在我们的里面，甚至是传在人群的当中。但我要鼓励你，我们是基督的，我们是跟随基督的那一位，我们称为基督徒，意思就是小基督，就是跟随基督人。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不绕道而行，我们不成为舆论的人，而是我们成为什么？走进关怀的那一位，就跟耶稣基督一样。你就有机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陪伴那个需要的生命。你将会看见，当那个人遇见耶稣之后，有一个极大的反转。第二个，我想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妇人非常的有趣，她来找耶稣，她跟耶稣谈好多事情，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甚至在这当中，她跟耶稣说，耶稣跟她说：“我要水，我要活水。”但在活水之后，他马上就怎么样？谈了另外一件事情，叫做敬拜，叫做敬拜。耶稣拯救他的生命，他开始跟耶稣讨论他生命当中敬拜神的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可以邀请你把它打开，在约翰福音第4章，在这个故事的后面加了一段很特别的经文。这个经文叫做“庄稼已经熟了，要开始去收庄稼”。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妇人的故事结束为什么是加了？庄稼已经熟了。你知道这个妇人最后去做什么事吗？她进城做什么？你知道吗？去传福音了。她跟人家说：“我好像遇到基督了，我好像遇到弥赛亚了，我好像遇到……”在这段故事的后面非常有趣，快结束的时候，庄稼已经熟了。在更后面的经文说到，这个城里面有许多的人因为这个妇人遇见了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你遇见耶稣已经多久了？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说，你们遇见耶稣的时间，来教会的时间，比我在这世上的日子还要长。因为我今年才38岁，很多人在教会已经50年、60年，甚至更长了。我们教会已经来到在教会生活已经70年、80年的都有。我说，你们在教会的日子，你们遇见耶稣的日子，比我在这世上的日子还要长很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遇见耶稣过。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也相信你认真的敬拜神过，就如同耶稣在这个妇人跟他谈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个礼拜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都渴慕什么？我们就渴慕遇见耶稣，耶稣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生命可以敬拜神。我们在这个地方让神喂养我们许久，那接下来要做什么？进入那座城，传神的福音。而庄稼就会熟了，就有更多人要得救。
当今天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最后一段话，我想要跟你分享：当你的生命经历了耶稣基督之后，当你的生命开始用圣灵与诚实敬拜神的时候，当你的生命让圣灵成为你的保惠师，当你的生命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根基，那你的生命就会开始传福音。愿主帮助我们，如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让我们的生命不只遇见耶稣，甚至开始敬拜，接着传扬福音，荣耀神的名。今天代表着公报社来到我们当中，也邀请大家持续为了公报社代祷与奉献。今年是我们的更新30周年，更新我们每个礼很常会参到夹在周报里面有很多见证的故事。传福音有任何的方式，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就是公报社在做的；你可以用你的生命与人分享的方式，你可以用短宣的方式，你可以去用很多方式。当然，愿我们一起来支持这文字事工。很常牧师会听到许多的人被更新的故事所感动，就走进教会。愿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传福音，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献上感谢，在你面前，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的生命如同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当我们遇见你，我们开始敬拜你，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接着，我们要传扬你的福音，也愿主你祝福在文字事工上面，让这些文字可以进入到不同的人群当中，不同的事工里面，让更多未信你的人看见主你的荣耀就要在这块土地上，也更多人因着这荣耀走进主你的教会。现在感谢荣耀归于你，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用一段公报社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我是李正新，目前我的身份是一名社工师，主要服务那些在渔船上打拼的外籍渔工。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就是那个陪伴他们的人，同时我也协助政府推动移工政策。渔工朋友们都叫我把Jason，把在印尼语的意思是先生，Jason则是我的英文名。也有远在香港工作的移工打电话来向我求助。过去曾为了帮穆斯林渔工争取祈祷室，我内心很挣扎。身为基督徒，我有必要帮他处理其他宗教的需求吗？直到赖信颂牧师点醒我，耶稣服务人时，难道会先问对方的宗教背景吗？这话让我深感惭愧。原来我的爱还带着分别心。从此，我开始学着转念：如果耶稣站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在那次反省后，有次公报社方社长来到大理母会请安，社长鼓励我把故事写下来分享。我当时推脱说，我文笔不好，写不出漂亮的字。社长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负责写，后面的事自然会有人帮你。”这句话给了我勇气，让我决定用最直白的方式记录服务点滴，投稿到《更新周刊》。感谢上帝，透过公报社《更新周刊》，把它使用我所做的事工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见上帝的爱一直出现在我们身边。台湾教会公报社出版的《更新周刊》今年满30年，这当中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亲自领受上帝恩典的见证。目前每个礼拜印出10万份，是台湾发行量最大的福音刊物，鼓舞感动许多人的心灵。无论是《更新周刊》、台湾教会公报、新眼光读经手册、少年新眼光读经手册、甜蜜亲子报、网络新闻，
这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费用的文字工作，都是为了帮助所有弟兄姐妹与主结连，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实。愿我们在主的爱当中相连结，为着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事工关心、代祷、支持、奉献。愿主赐福我们大家。这时咱要来送赞，请咱起立来吟圣诗379首。请坐，咱备办心内准备奉献。
起你吟奉献的诗。请咱继续听着上吟399首吟诗线，请咱罗牧师替咱祝祷。咱三个来领受祝福。愿最后所祈祷稳定，天别上帝听从，圣神相通甲恁带，甲恁这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报告的大心，咱今日有新的朋友吼，伊是 MC 陈贝雅，贝雅，上礼拜已经介绍过了啊，好，还是欢迎哈。也欢迎小英回来啊！给他拍拍手。国语、台语、英语啊，够话文哈，好，后盖过来练。好，来，我们今天先谢谢罗牧师哈。他带来好的信息，那也请各位弟兄们继续为文字传道的那个事工来代祷。那下周日7月12哈，咱主会也有召开定期的中执会，那会有啥物提案，请通知中执。咱伫迄个第4点吼，咱3月到6月有抄写迄个填充卷，圣经充满我。请兄弟伫7月12以前，摕来教会，互陈国义长老认证。过来第5点吼，伫8月16下晡2点半，咱伫松花区。迄个民众活动中心哈，要举办那个教会的趣味活动，
趣味活动哈，类似运动会。那请会友哈尽量能够把时间留出来参加。那第6点哈，德仁友善职场于7月30号，9点到下午5点，叠台北生技园区哦，有举办那个富值红利的隐形杠杆的专题。那个是玉玲哈，他主办，然后希望会友也能够踊跃参加哈也为他们这个筹办这一件大型活动哈很费心力哈，那也为他们带导。那个在那个生技园区举办哈那个地点不错，还蛮漂亮的，所以也鼓励你们能够去参加。那第7点哈，我们下午2点有敬拜团的礼拜训练请团员预备时间出席。接下来我们有带导的事项我先把这时间请那个蔡长老来帮我们一些会友跟社区班的一个学员来做一个那个带导。今日多谢牧师真好的分享吼，咱用心灵甲真实上到来敬拜上帝，用我们的圣灵跟真实，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那么也很难得在这里访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神，一定会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先为自己、为你的家人，先来祷告，用真正的心，用真正的心，用心灵甲诚实的上帝面前，为着你的工作、事业、家庭，为着家庭每一个人，咱直接来祈祷。只要你的祈祷合乎上帝旨意的，上帝会听你的祈祷。上帝听你对心所发出真正的祈祷。咱这礼拜也要为着陈碧珍姐妹他们一家人，还有严关正弟兄的家人，尤其严关正弟兄现在在接受治疗，请为他的身体、他们的家人都带到。罗执事的身体也不好，也求你为罗执事的家人，他们在北投的地方一起带到。庄先生弟兄在上个礼拜4出院，本来想住安宁病房，可是情况已经比较稳定，但是还不是那么乐观。求主你怜悯，尤其照顾他的我们的许淑清长老，还有雅文他们能够坚强。彩英姐在上个礼拜已经出院，现在血糖比较稳定，但是仍然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们的带祷。我们的社区的学员叶美香、赖秀英、叶荣妹，他们的身体的恢复也请我们带祷。还有你所希望的。你所知道的每个姐妹，比如说我们的林牧师娘的脚，还有我们红竹姐的身体我的美女姐、桂香姐，因为去把追手术，真正咱喺张牛顶，做你所在的，你每一个人一直点名替祈祷，每一个人为他们祷告，因为在神里面的祷告，真实的祷告，神会悦纳垂听。现在大宝父神，我们为我们这个礼拜，我们为陈碧珍家人跟严关正的家人祷告，求你照顾这2个家人，在主你的照顾之下，有着恩典慈爱伴随着他们，尤其在他们身体遭受病痛的时候，能够得到主你的怜悯。我为罗执事的身体祷告，他们2个夫妻现在目前有时候出门都有点困难，求你照顾他们，让他们有非常好的精神，跟主你同在，求你陪伴着他们，也照顾我们的江先村弟兄们。庄爸爸身体目前的情况
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相信神都有对你美好的旨意，也求你怜悯照顾他们的许长老以及雅文他们，也求你照顾彩云姐，彩云姐的血糖仍然不是那么稳定，求你继续照顾着她，让她早日清醒，心灵得到苏醒。也我们社区班的学员们叶美香、赖秀英、叶荣妹他们的祷告，他们身体在恢复之中，我们非常的思念他们，也非常怀念他们。也谢谢社区班的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员们，能够在这里当做我们中兴教会的大家庭的每一个姐妹，让我们中兴教会真正是神所疼爱的大家庭。每一个在这个中兴大家庭里面，都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与慈爱，享受神的怜悯与恩慈。求主你照顾陪伴着我们，也垂听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切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这时，咱要请叶老师来做圣经的分享。今天这个现在读到那个列王纪上，刚好要结束啊，我就讲2个，一个是这是亚哈王啊，就是亚哈王的时候，他有一个是他跟那个那个他的太太啊耶西别跟那个以利亚先知啊，我们知道以利亚先知的时候，当耶稣上那个变貌山的时候啊，有3个人嘛哈，一个是耶稣嘛。一个以利亚，还有一个摩西嘛。那你可知道那个以利亚先知？结果那个耶西别他那个在加密山的时候，在那边跟400位那个巴力的先知在那边看看谁可以让神可以降那个天火下来，把那个祭物把它烧掉了。把它烧掉的时候，结果那以利亚求神嘛，求神。开始的时候，巴力的先知有450个底下一直跳嘛，所以以利亚一直讲说你要大声一点，要大声一点。到献晚祭的时候了，圣经说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在说换我。结果他把那个柴用水把它浇了，说浇了4桶水，总共浇了3次嘛。那个旁边挖的那个沟都已经满了。结果神说从天上，他说如果哪一个那个可以降下火来的，那个就是真的神了。结果那个神就真的降下来，巴力的神没办法嘛，所以后来巴力的先知都被杀了。那个是我们知道看到以利亚，他们说真的耶和华神是真的神啊，大家都这样讲啊。但是当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一直跑啊。你知道跑多久呢？第一次的时候跑到旷野去了，在楼腾寺嘛，后来又跑的时候跑了40昼夜了。40昼夜，他说40昼夜的时候吃了那个天使给他的那些食物以后，40昼夜跑到哪里？跑到何烈山嘛，就西奈山了。我们知道西奈山已经靠近埃及了，以寻加别在过去就才到西奈山了。跑到那边的时候，他说跟神讲，神跟他讲说，很小声跟他讲，你家冲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只有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了。其他都拜巴力了，只有剩下我一个人。神跟他讲没有，还有很多人啊。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看到神迹奇事的人，怎么会突然变成那么胆小？我们会思想这件问题。其实我们知道，神迹奇事只是让你耶稣讲说那个有神迹奇事随着你，只是让你见证神接着是什么？接着是神的话语才有办法。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人家要杀你的时候，你还是要跑了，还是要跑。所以后来以利亚，神的话语在他心中的时候，他就不会惧怕，又去膏了那个谁，膏了哈谢，膏了那个亚兰王，还有膏了以利沙。那接着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亚哈王看见了这一件神迹以后，他没有归向神了，他没有，他仍然随着他的太太耶洗别去拜巴力那个神嘛。那我们知道后来呢，还有一个更可恶的事情就是他看到王宫的旁边拿伯的葡萄园很漂亮，就他很喜欢问题是拿伯说那个是祖先留给我的，我不能卖给你，因为按照利未记的记载，
分配给你的土地不能卖啊。如果卖了到安息年的时候还要还回来了，还是要还回来的。所以他说他不愿意，结果耶洗别说，还不简单，就叫人到那个城门口，把那些长老都找来，说怎么样？说那个拿伯他离弃了神啊，咒骂了神，也咒骂了王啊。结果说把他拖出去，用石头把他砸死，然后把他的那个葡萄园占了。所以耶利米，那个以利亚又来了，跟他讲说，这一次我那个非常严重啊，说你的家，在城内死了被狗吃掉了，在城外死的人呢被飞鸟吃掉。亚哈王一听非常害怕，所以他就请挖伊撒母卫夫来求以利亚。那以利亚神跟他讲说怎么样呢？跟他讲说，那个在你在的时候，因为你谦卑自己啊，所以在你在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是你的儿子会发生这些事情，全家都会被杀。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看到神迹的时候，还是仍然没有办法。我有什么？我有等到全家被杀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知道啊，我为什么离弃神那么，为什么看到了还没办法？我们读了这个，其实是做我们一个警戒啊，一个警戒。其实那个警戒非常严厉，也非常严肃。我们看到以色列也是一样，所以要把它抛在万国之中的时候，就抛在万国之中。所以当耶稣跟我们讲的时候，那个山羊跟绵羊的时候，你要选在哪一边？那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谢谢。这时咱要请信歌队来祝福，咱来领受信歌队的祝福的歌。请互相请安。